啊，毋过其实毋是安尼哦吼。其实即本绘本啊，我看的时阵，伊无需要讲伤济话，伊其实看这图吼，就一定会当讲出一个故事啊。啊，你看这海猪啊，海猪海拔拢互这鱼网啊绑起来啊，足可怜的。吼，啊伊个一只迄个掠鱼仔的船啊吼，佫是用铁仔做的。在主本，啊，伊弄伊个，爬这鱼网啊，伊落伊要起来，想要掠愈济鱼啊！我你看哦，因的身躯啊，拢互这鱼网啊绑起来，因就袂当叮当嘞，因袂当叮当，袂当食鱼啊，因嘛是共款的死嘞，吼！啊，因遮的小朋友啊，就伫遮看咧观察。咱大个海洋，吼，啊有这海流啊，更伊这有一个敢若光雷啊，迄种嘿，后壁吼伊会讲着，因为一个规海洋内底吼，有两区足大个粪扫区，就是伊拢会搭咱全部人制作的粪扫，拢讲去迄两区，啊，就是伫内底，啊，佫有敢若粪扫山安尼哦，吼，你看伊个规身躯拢安尼，伊这是画出来哦，其实无看到佫愈济。拢甜甲拢无法度，伊嘛无手啊，吼，伊也低调，伊嘛无手人甲透气啊。吼，啊，这船啊，因伫顶面咧看，啊，这共款，这成本拢伫遮生活，共款，啊，但是就是变成一个粪扫海。遮来啊，海龟就出来啊，吼，海龟嘛是共款哦，吼，海龟出来，你看，伊的边啊，就是拢这粪扫落啊，这啊管啊，啥物？哦，阮有一届去海埔，迄个就是咧捡粪扫。看到遮四颗海龟。啊。啊，佫有看到迄个青拖啊，啥物货拢是啊，上济粪扫就是树讲，哦，真正迄天捡起来上济，啊，佫是迄个挂，迄个嘿，就即种挂上济，因为拢行迄个管啊分开啊，吼，就是拢即个管啊，啊，即个挂拢分开啊，啊，树讲，即摆树讲。阮旧年去捡的时阵，一定树管减少足济啊，可能是政策的关系，树管一定减少足济啊。哦，海流哦，足大，互迄啊船啊铁做的船啊，安尼摇来摇去吼。虽然安尼啊，所以迄海龟要走，要游泳，伊嘛是着互这塑胶袋安怎垫起哩，垫甲拢无法度走开安尼。哦，遮就一定出现啦吼，海龟一定穿一领塑胶袋仔的衫吼，伊填入去了，伊就无法度脱身啊吼，因为伊无像咱人手会当脱起来吼，伊就安尼吼，有时啊伊就是会死。啊，遮嘛是拢足济遮，足水的。滚啊10公斤啦，迄粪扫。嗯。啊，你看，就开始有一寡团体哦，一寡团体就咧开始啊，咧做遮的工会吼，就大家有闲的时阵，就去遐海边啊捡粪扫。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啊，但是足济人做伙做，嘛较袂忝，啊嘛真正会当做较济代志吼，啊，大家就开始安尼捡，开始你看海水变清啊，海边啊遮开始变清去啊。有的所在，搁才会当起一寡，也毋是起，是种一寡树啊，互即个所在较水。啊，即马大家拢拍拼讲，打迄个红粪扫，迄个粪扫场，会愈来愈细吼。啊，就是爱重点，就是咱爱减咱的粪扫吼。啊，即个海边啊，就愈来愈水吼。啊，大家囡仔啊、大人会当伫遮佚佗啊。拢会使，啊，袂甲定定闻着臭烘烘的味，吼。啊，遮囡仔开始啊，吼，因开始会当做啥物代志？因会当帮海龟，吼，救海龟，吼，塑胶袋啊，为伊身躯摕起来，海龟伫啊，吼，海龟伫啊，啊，佮会当去清迄个海底内底的粪扫，吼，大家拢爱斗相共，这爱足济时间，足济人口法度减少，佮连海翁拢出来啊，吼，海翁拢出来。哇！啊，慢慢啊，应该是爱经过真长时间，吼，这个海底的世界，第一慢慢恢复，恢复着以前的模样。珊瑚啊，啥物货，海底生物哦，足济色，其实是真正足水的。
安尼的话啊，海拔，这应该是金山吼，伫奥克纳瓦迄最有名的迄个，会当伊就会当倒去伊真正美丽大海游水啊。啊，顶面就有一寡迄种船啊，会当伫遐坐船啊。好，这个故事就讲到这，但是啊，有几个问题要问小朋友。我懂二位港呼嘛，不是下子哦哟，那你不要喝。恁这种嘛，爸爸会啥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